中央社会主体第四季今仔日公告，就做10月27开始申请，也即便有推出婚育专案，就是要鼓励少年人结婚生囝。中央社会主体第四季15正式公告，叫做有缺限释出1831户，其中那扩大军警小条6户，佮第一摆推出婚育专案下提。大概每个社区会留20%。这一季招租的部分有2个是全部都做婚姻家庭的，第二个就是特色的部分，就是我们每个社区都有8%的军警消的一些照顾的保留的户数，但是这一次在高雄凤城凤松的时候有30%，因为它土地都是国防部提供的。除了台北文山、竹湾总加新北南口四大文山手串的2案婚育地，其他5项有761户是婚育家庭保留户，为确保囡仔读册稳定，有囡仔家庭应享受上长12年早期的保障。中央社宅的室内标准配备，每户都有工作阳台，另外客厅跟卧室皆有对外窗，并且有节能热水器跟炉具等等的设备，方便申请人在中签之后可以快速的入住。其中婚育宅最快从明年的2月1日便可入住。社会主体租金是市价8到9折，暗过会照触零市场行情。社体所在地加申请人的经济状况这因素用无共款折扣来算，用台北市的中介收入户费率都可能落在市场行情的3折。考量就是社会住宅它的那个弱势比例高，那再加上我们这一次针对婚育家庭有一些保障的比例，所以我们中央社宅的部分，我们原则上市场租金上限都是8折。纵使我是全新完工的社宅，我也已经用10年中古屋的价格去固定市场租金，再给予折扣。所以它其实是市场租金的7折。针对中央条委关心社体推动进度，内政部表示，到9月底，全国社体已经达成12班2144户，包含地江行班已经达成12班1077户，包括大管社会主体有效契约数10班1067户，强调百万细数家庭计划，照时间稳健推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